眼下的局势很紧张，虽说没有同洋人正式交战，但街面上已经是大动干戈。请王爷回去转告老福晋，还是多加提防为妙。多谢宝初爷费心，请回吧。恕不远送，请王爷多加小心。告辞。跟爷告辞。王爷，刚才宝叔爷说的对，洋人专跟满人过不去，尤其对王府的人更是恨之入骨。王爷还是不要做教回去了，免得树大招风。行，我正想上街去看看，溜达溜达。牛祥，小的在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先跟着轿子回去，告诉老福晋放心。小的明白。小折子，小的把便服给王爷拿来。王爷。这又何必呢？哎呀，奴才是怕王爷这身衣服太扎眼了，还是换上吧。哼，照这样下去，以后连家门都不敢出了。你们先回去。这，起轿。哎，他们这上哪儿去啊？哎呦，真不知道啊！快走啊，去打洋鬼子！快走，走啊！来，您呢？哎，我说，吃出什么没有啊？香！要是说你是吃货，光知道香，那还应该知道说了没有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油炸鬼，吃了油炸鬼，为国除洋匪，就该把住在大使馆的洋鬼呀，都扔在油锅里，给他炸了。诸位，列位神端师傅，你们说归说，吃归吃，笑归笑，你们要想吃油炸鬼子，就帮我把这油锅呀搬到大使馆门口去啊！谢谢。哎，这劳驾了您了，打俩脆生的。得嘞，这油锅里俩就是您的。哎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哎呦！哎，天哪，不好了！洋鬼子放枪，一下放倒了一大片呐，还不快去破他娘的门去！刀枪不入嘛。嗨，什么刀枪不入啊？那是说书唱戏，没那么回事儿。您吃啊，吃吧。啊，哎，走了啊。哎，王爷，油条买来了。听说德国大使馆那边打起来了，死了不少人呢。哎呦，王爷，此地不能久留，您还是快回去吧。走。哎。王八蛋，给我上！
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没事了，来，这边队长，快，队长，队长。